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Samanta cakkawalesu atra gaccantu dewata saddhamma munin rajasa sunantu sagga mukkadang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ta ko imang patawing vijesati yamalokang ca imang sadewakang ko dhamma padang sudesitang kusalo puphami wapacesati seko pathaving vijesati yamalokang ca imang sadewakang seko dhamma padang sudesitang kusalo puphami wapacesati. Upoi uposek wa balu liam no tiao esi chin no tiao esi silane khut pun sim kong esi ko imang pathaving vijesati chile khut mui chuchui e sao phạ tô chile ngo go ken gwa e phạ tô yam lo ong e chu hu isu tu si kong chuchui e kong theo chut唔使嚟揭出事啲地嘅chuchui e phạ tô chile ngo kenกับพระตู้ยำหลงอองในจูฮูจุยเอชาโคขุดวัดแล้วเอเฮาไหลยองเจงเกียน就是叫做 mindfulness สัมไปบ่อยไหลอีสังกัดตัวที่จะเลยกวนเตซีบินอิมจุยเบอิมเดียวอีอิมมวยอะไรจุยเอเฮาไหลสังกัดพระตู้จะเลยงอแก่นแล้วตีจีเจ้าไอ้สีอีกากีตับอินเซโกปัทวิงวิเจสติเซโกเดียมิเซโกตุสิขันแล้วอีกโกโลหันจีโกโลหันสามโกโลหันในหลังสิเกี่ยวกับเซโกเซนต์ขันแล้วเจเสียนแล้วอุควาจะลิบถวนแล้วอีจเลตุสิเกี่ยวอีกโกโลหันจีโกโลหันสามโกโลหันอันในควันในหลังอีพระโตจะเลยงอแก่นแล้วก็พระโตจะเลยยำหลองจูหูยำหลองจูหูจุสิก้องอ่ะอีอุไซจุโลกิชุสีติเตเก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เซโก้หลังอีเฮาชาโคขุดวัดแล้วเฮายองจะเลยเจงเหลี่ยม mindfulness สังกัดจะเลย吹花的人啊，伊会晓看安尼一蕊花，伊安怎解释？了吹一个花棵，吹甲一个花棵是真正水。所以若是讲一个人来坐禅，甲谈着一过路汉，伊是拍花一个五件就是讲我，这我还是人。达人若是无看着一过路汉。去就是叫做普通人啊，平常人。咁你坐禅的人，看那边呢，真正坐，多少卡马路在这边
想爱来祭神，所以我今日来调啲来建一个地方，好多人听了会热心来对这个祭神。什么是祭神会安尼好？一个人若是祭神，甲未来啊，伊会感觉到什么是立团，伊会看到明明100%无我、无汝、无伊，伊这个就是伊谈了一个罗汉了，谈了一个罗汉，怎安尼特别呢？一个人来谈了一个罗汉，拍死叫伊相信把你教伊卖了。你叫伊讲啊，我人去教啦，我好你1万银啊，2万银啊，若借一本卖了，伊幸福活证是真正会叫10分会打。第二项你想啊，叫伊要讲。破一5界，伊未破，所以这个安尼要是个安尼款的人就谈到这个1个罗汉，2个可较好，3个可较好，4个就是跳出了，买来出事了，无了。特别1个、2个、3个加减，伊有出事伫台湾啊，这个叫做世界天3个月，2个月甲1个月，伊来出事欲界。这款的人，伊人未去。出事啲阎罗王嘅所在，讲地狱来，卖了100%卖，伊安怎做卖落地狱？特别你要叫伊做恶，伊未做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一个祭神了教甲这个抗战啊，一个人是真正讲啊，不但教福的话讲，较赢过全世界的规个世界的教会，何以分好啊？这个人分。较好嘅过迄个人咯 ，He is richer than the universal monarch。伊较富过一个全法轮神王，全世界伊做王，迄个人分属伊啊，伊会安怎啊？伊全法轮神王有当时做错，伊本会落做禽兽，做恶鬼，落地狱。特别这款成了1个罗汉，100%无落了。禽兽未做，地狱未做，魔鬼未做，阿修罗未做，伊逐个过来出事，无计几斗呢，伊要跳出苦海，跟来出事，上帝虽是人，落来伊就是讲去出事天顶红光，下面一滴出事，一清气。1个了，伊要来谈2个，2个了，伊个若是个直出事，红光较悬，过去出事3个去出事伫世界天，世界天两边了，伊个去出事伫世界天，两边伊慢慢行对，伊谈着4个罗汉，伊脱离这个苦海，所以今日我要讲。咱人是叫做平常人，因为虾米事无这边咱我知我看，无一个人谈1个罗汉个，这无谈到1个罗汉的人是叫做平常人，巴利话是叫做不突然呐，不突然呐，伊人逐月去倒落出事，真有一个31年的天顶叫做苦海。无论你出事红光，还是出事做人，还是出事地狱魔鬼禽兽，干了当中，伊人所出事，伊人有了这个两款的因果，这个两款的因果对伊人一世，虾米叫做这个两款的因果？头一号的就是虾米？伊这世。伊做过了诶，像到我呢，古时我细汉诶时，即时我愈人捌听我讲啊，我拍心肠上帝教，所以即个恶诶因果做了，即时诶，甲顶一时顶两时，以前3时、4时、5时、几百时、几千时诶因果恶诶。
真正济。巴利文讲未顺嘅数目，跟落讲真正恶嘅个了，达人有，即个武打讲是有班啦，阿古萨拉，有班啦阿古萨拉就是讲做了嘅即个恶真正济，即个做了恶真正济，有诶咱捌落地狱了，特别落地狱了啊，伊恶啊未了。伊个有啥个人放配出了味个有个，所以即个故事去地狱打咧地狱嘅考了啊，迄个恶会买个有个，了啊未识嘅未顺，咱这边有个人讲，安怎咧凄惨啊，安怎安尼济啊？咱我这边互人听看。假假啊！一个人正是我是土匪拍枪插头，我食到80岁来讲，80岁我伫做土匪，你后头我拍枪几哪人，几百人来讲，我拍枪250人，250斗我拍枪250粒会超因果摇伫我的这死命位。落去地狱是一个拖路咯，个计249粒还未算少个，所以一世咱你看，咱做200几个恶，把你一世来带我落一地狱，个249个恶还未甲我算少个，所以达人真正济一个还未结尾的，还未算少的，真正济因果有。所以这个头一项因果是叫做故事做过了的，即时做过了，甲正顶这以前故事我做过了的。第二款的因果就是叫做安努班亚阿古萨拉，安努班亚阿古萨拉，从来今日起，无叫做马仔，无叫做后日，无叫做计2年5年。无叫做后世，无叫做个后5世、10世、100世、1000世 ，future 从来我本会做恶。即时老人有听见，无叫做老人唔敢做恶。但比唔通 guarantee。我有一个朋友，讲经真正牛，论讲经阿弥达妈真正牛，你看伊。715伊受8戒，去到咯哇，真正好，达人讲一个囡仔8日定就是天顶，未 guarantee，伊去新加坡食头路，了拄着一个3年查某 ，Hello darling, yes dear，你教因了未？未，你来要教因，我都就是 Christian， 好。Christian 了，所以老人唔通想讲稳啊，无稳啊。像是 youngsters 在找一个囡仔，看了听了唔敢做，他顶一个 Mr. Right 来的时啊，都，这个就是虾米啊？武大讲啊，不出家那是无在。今日你是佛教徒的人，但是你教因落去，即时你教因就唔对。唔真正佛教徒的人，你会反对佛教了。即使你采去，你教因就佛教徒的人，特别因为你还未实在，还未稳，咪后2时、3时、4时，无就你去做恶，就恶就起了，会反对佛教的人，就无稳。所以这个2项的因果做过了的。从来个会做诶，安怎安尼稳，安怎安尼来路诶啊？我看啦，我伫听见了，我逐天会做，无得讲因为虾米事？因为达人会心有一个我见means 阿无话讲 egoism 哦，一个我，人福建话讲我。你看人逐个做恶，
是对伫倒落来，头一项是对贪，贪伫倒落来，贪讲我爱呀，你千个金器我要爱呀，我要拍枪，了你买互我也倒出来，互我无我咁倒落去，虾米事我呢？就我爱我。做虾米物件哦？拍枪、杀人、养个阿嬷，对咱的爸母真无效。我臭阿嬷，伊无顾我臭阿爸啊，娶到别个某了，无睬我，臭阿爸，我，就是这个我害死人，所以武大讲，拢总他了是对的道路。安怎会无稳？因为咱的心的内面有一个我见我，若是有这个我，伊住伫这个天顶，也是出世做人，也是出世伫地狱，伊是人讲上啊准啊，无恩果，无定。吹来甲吹去，雷应扫来甲扫去。因为伊今日若是讲出世做变做天公，做好了出世做天公，但比伊无成伊过落汉，伊个无稳。唔通讲天公，靠较悬哦，布拉玛台湾乾隆，伊本是无稳，无稳虾米？一日。因为伊这个我，伊自己会落来地狱，所以福建的再来真一济，较远过天公，未来落地狱。这边我讲几条地路人听的故事。Brahma， 卖来我讲淡薄，你看咱的悉达多太子走出家29岁走出家。出家了6年受苦刑，特别出家头一日啊，伊行出个社会呢，就拄着伊，魔王拄着伊，魔王坐伫对面，嘿，你唔通去出家，国家一礼拜你要做全法律神王了，你要做 universal monarch， 虾米事你要出家？打下你，人要做好，伊咪互人做好，为了受。伊啲受苦刑是大啲巴，魔王不变，耶稣下啦，是达到太子的某可以看，伊乃心无在，哎呀，安怎我某来啲巴去看，心走了，特别咱的是达到太子，伊是菩萨，伊知讲是魔王来做乱伊，所以你看，了佛经呢？伊要成 enlightenment 了，要谈觉悟了，魔王甲伊平辈当中变妖精妖怪，要赶伊，莫互伊坐伫迄边树桩骹，或者树骹，莫互伊成，要赶伊出。伊安怎讲？这个所在是我的，你无应该是达到太子，你无应该坐到这边。咱的这个是菩萨讲，这个所在是我的，因为我训练这个10个波罗蜜，3摆无人会老完我，保持就好。但若一个人有保持，某份保持，囝份保持，大伙保持不要紧，安尼样的款的保持，但若有人了魔王安怎讲，就最看到。你静下久保持安尼，无人看到。你看魔王也歹哦，伊只来了的是，这红光走个了，大红光惊魔王，所以你看无半红光做测试，甲了是这魔王的红光呢，所以伊安怎做无半项，伊见这涂骹，这个地是我的测试。我住伫这个1000间的灾来，要三达啦王的点声，
我保时，我查某囝，我互人，我这个高高职业的太子我本好，我某本好，我教会本好，我王职本好，按出条地当，像地本接受讲，这个人会保时，无人会留安。所以你看，无王本来作乱，搁前较久，较早一个较久山大。伊一日伫行伫街路，后尾对回上，魔王看了，哇！顺情人伫跪伏，来安怎做？伊入一个囡仔，啥人讲入鬼啊呢？这囡仔就入咗魔王入一个囡仔了，伊杀一个叉头大大的，对咧第二个回上，伏咧后面，磕伫头壳，嗰个回上是随死。就做红光来魔王，你知魔王大啲到咯第6元嘅欲界，咱嘅天宫是大第2元啊，第3元较悬嘅天宫，第4元较悬，第5元较悬，第6元魔王，伊个做安尼款嘅物件，就做红光稳冇无稳，你虾米做？哇！你顺情人啲拜佛，哇！安尼大啲这个欲界，我第一关无人睬我，所以入一个囡仔哭，佛拔头去看，马拉是讲马拉是魔王，魔王啊，你做虾米物件？这安尼噗，魔王走出来了，像拔头去呢，噗。这边红光变无落去无眼地嘅，你看因果啊，无想讲红光安尼管袂使可以落地嘅啊，因果无正嘅，你做唔到一拖路第6元嘅欲界嘅红光，欲界11元啊，第一关嘅红光，一般家做恶，也就是查拍回上，了路人一追。他那是听经了，听了唔敢做，他等经无了，后面唔敢做。他等看了人家搭波甲搭布路啊，煮淡薄来食水鸡啊，煮来食啦，不要紧啦，听经阮听啦，淡薄我淡爱烧味，所以我面菜是老我让我食水鸡青啊，你面了你爱去收拾人嘅性命，你个看我大弟这副教者，我讲啦无地极3日。徛咧甲波嘅皮，大啲地基伊安就做，互铁板包路，热，咱确定咧铁板热，开咧铁板咧拔，掉咧铁板出来，佢了流血，半色嘅拔，佢了出来，就人听咧啥，所以这边人咧看，做马拉本无稳。他管马拉是叫做世界天，咱的佛的点声，有一日佛接声，了听到马拉这个布拉玛台湾天，迄个下面红光伊无查甫无查，伊甲了是查甫无查某的，甲了下面伊人是毋是欲界？伊人叫做世界天，伊人是讲啥物啊？布拉玛巴嘎。哦，我到这个所在，永远了免死的。这边有不大大的一点啊！哎呀，这个伊布拉玛巴嘎，伊名巴嘎，伊啲想讲伊永远了，我要来去导伊，所以这边伊不大变无，去顶面了，去顶面来讲，这个布拉玛巴嘎看就不大啊，这伊无叫佛。伊叫哥达嘛，哇！你来啊，好啊！你就现在较早就要来哦，我大啲出边真正好，永远的啊，唔使死了诶，无老无死诶。你看我大咗久了，无老无死。有，咱哋佛界讲，哦，巴嘎布拉玛，你无永远，你大这边就是叫做这。世界片，你会受是几哪百个几哪个大劫，几哪个大劫，你本是过几哪个大劫了后，你本是就死，
了白白伊个即个白日红光大啲喺邊講，我他媽按照律師所講話，即個是 creator 嚟，意思想講 creator 點啊？創物者。即個是 creator， 我按照創物者啊，我按照剛剛師所講話，了講未使，你唔通啊，咁樣會唔對，武大點講，武大講，你人。無知無明白，你人想講一個永遠。一目個brah嘛就講，你看我會變，互你看，我變無互你看，所以變了咱就去看着，那你變無，那你抓啲險病，伊個變過是那你抓啲疾病。係講我逐個變，逐人看袂着，按照伊看會着。所以講，武大就講，你睇下看我變，就武大變看無。伊把路在在，嗰有一坎較懸個，但係有坎物件較懸，所以把路在在就叫武大教，然後武大就講，即個五件白條路，所以你看人出事安尼懸，五件嗰啲白條，所以今日人想看，今日真正濟人我在檳城甲大山骹。老熱，聽到蘇安羅講緊了，保時，特特嚟暗老熱，保時，因為保時了出事天頂，保時了別日若是出事做人好野人，所以真正記住，這邊我講一條短短故事，你人聽看。佢知啊，這個五件無破掉，無黑角，咱上個一隻。禽獸，想講一隻狗，鐵鏈白啲阿毛棍，鐵鏈放較長，落去較頂面，但係你要起較遠，伊拖你落來。We are Jane， 所以人，你人做好本事，想要跳出來，你啊，因為這五件有啲內面。所以五件就像一個鏈咯，你做好啊，放較靈淡薄，你會行會走，你來做惡，喐較落來，點出是啲苦嘅所在。所以今日攏總個了，按正式福建講啊，特人想 sandwich 同人話叫咩？啊，落地嘅了，落地嘅，一人地嘅。睇下嚟做人，嗰個落地擊，正是地擊。睇下做人，嗰個落地擊，地擊啦，我冇睇到嗰啲地擊啊！我唔加。你做唔加啦，一個出事做人未記了，佢做，嗰落地擊，就是安尼樣。你看，咱啲家事囡仔有兩好款嘅囡仔呀，幾好款嘅囡仔啊！那是阿爸阿媽拍伊嘅時候，我唔敢。但係伊是假唔敢，他喺後面啊，所以啊，吵阿爸吵阿媽，有人就no，安尼囡仔未家事，有一好款嘅囡仔，你拍伊了，驚，唔敢做。講好話甲阿媽、阿爸、阿媽，或者我也唔敢做，安尼會假。睇下我講一條短短故事你看，保時，逐個保時貴咯，你出事做台主，哇出事做台主，特別你知無真正濟人保時啊，伊係我無迄格，按照我無迄格啊。你知無真正濟人啊，保時啊，一看就破咗，哎呀，這個有機派啊，極限啊，然後睇下這講話一部就寫出去好，這個500、300、400、500，有嘅30、20，我本來好啦，我好600號，一寫一條隻500塊一隻號，講話一部，唔知伊買講話一部開破咗看外面有無？人是安尼濟啊，唔係講特人無，一般嘅人無安尼哦，好了就是好了嘅，特別一個五件未走，
你看有时保时回想都有诶，我要保时我还较特别，女人的保时都有上到我，大只。所以安尼款的保时，后过出世好业，好业了伊五件无合格，再出世做财主，再出世做财主，伊五件的香舞起来，像扫大水的呢，开了冲起来。就起来了的时，伊才出世做财主，起到大陆，人就礼貌，有的就跪落。所以自己一看就一个回想，你回想去讨食，了一看你回想无礼貌，甲伊一叫，嘿来，主妇你看那啲徛起的是我阿爸的，别日是我做王，这边在。每日安尼拖啲涂骹一行出，他听了规身火热热，对去厝地基火烧伊了，是落无间地基。但是这个人故事做好，安尼伊我无合格，伊大一心无合格。按这个囡仔，这个人上讲我淡薄讲囡仔，伊会晓惊的，就到个地基咯，差无我。你第一我来去杀人的，这今日我来落无间地基。人哋拍伊的时，伊点点讲，这个是我做来的，我做来的。日暝点点伫想，惨啊！我白日唔通安尼乱做啊！对这出家人唔通乱做。所以，这个就是伊个假死的人。所以，烧到啲无间地基，烧到尾来啦，咱的这个。10万年来出世的时，伊本来出世啲无间地基，把路困起来出世做人，特别出世啲大陆，因为伊个出世啲讨海的人，阿爸阿妈啲掠夫的，干脆啲掠夫。咱来想看，伊这个人故事做好。要他那安怎要来做？他那你看伊来出世，这个讨海的人要受误解未受了，安尼虾米说？这个就是讲伊超因果来参着伊，伊超因果虾米超因果？伊做咧回想的捌化了后，伊受苦就无间地嘅。我讲因果了，伊屁个有。所以这个，迄个一尾个有，可以来出世，讨海的人要受戒本辈。所以你人捌听故事我讲啊，你人有的人啊，会受误戒，达日，因为你的工课唔使破着伤着这个误戒，你是大大的财气的人，甚至你做食财富啊，就开点头。你是大财气，特别你人无想爱受戒，你人个原在嗰啲爱啲买夹就水鸡啦、夹啦、鸡啦，点啲抬，所以这个就是对啲大陆来，对你未晓摕这个机会来做好，这个人爱做好，伊来出事啲讨海的人。因为大啲地基渐一支啊，后过唔敢，这个物件小啲会慢。伊来出事的时，伊栽地基，我把你啲地基起来，所以伊阿爸掠扶起来，伊放，一尾掠，一尾放，一尾掠，伊一尾放到我转来，来转去到厝讲，到落位，我扶，无扶。去到咯，我放掉。你安尼做啊？拍了无够只，关了，要来做咩？做去食。咱来想看，伊故事做好了，你看伊出世做财主，就出世做财主了，伊大业，安尼大业。不咧因果要食了，伊来出世，那再睇那边去食了。所以你看，
因果是安尼，愈有礼貌，伊愈决定，愈有大业，愈出事愈假。所以今日一因果咧，大业因果识，伊来做乞食啊。特别故事去波斯的因果，个要武起来个，伊去拄着咱的阿兰尊者，阿兰尊者讲：嘿呀，你好卡好手，安怎伫做乞食啊？伫讨食？好卡好手来，看要做回想。一下呢，伊就讲：哇，机会来了，你接受我无？我接受咯，就受水做回想，该无就久来，潭死过落汉，跳出苦海。所以伫这边我到底讲这个故事，你看，因为这个五件有人无稳，所以今日咱来知啊，未趁着一过落汉啊，咱渐渐来生了就死，死了佫就来出事，这个叫做进条这苦海是真正冒险，真正苦。这个苦对当中对，因为咱的这个心的内面，会底有了这个老何款的因果，故时做了因果，将来佫要做的因果是真正济。所以今日咱来出世做人，今日咱来出世有清气的健康听，咱莫摕这个机会。来训练，来刮掉这个五件，咱是真正大的戆的人。因为无了这个沙山啊，无了福建堂听，无这个人会贪消灭，刮断这个五件。讲起来，无一个人会贪一个罗汉，那是无福建堂听，是无沙山啊的点声。无沙山啊，点声是热久，凭甲咱看有沙山啊，咱的沙山啊，即几300万年佛的沙山啊，会打汉5000年，看咱2500几年前，500几年了，国家2400几年，过了这个2400几年，无佛经了，无佛经了的点声。无一个人会通跳出苦海，无一个人会通一个罗汉，除了咱的必济佛，无沙山啊点声，无人会晓讲经，特别会拄着必济佛。必济佛呢是一个人，伊家己出家，去伫把家己土司祭神，祭神甲伊谈着讲路了，伊未晓未讲经的人。伊就是像个一个爱教人，爱教人有梦，了马仔要起来讲，我昨暝梦就安尼，讲袂出。所以必济佛，伊人谈了觉悟，伊袂晓教人安怎脱离这个苦海，就脱离这个五件。所以今日咱有伫沙山啊，咱。第一大的要紧的工课，就是要来拼祭神，甲参拜，咱会脱离这个五件。你毋是你看这个，他那要脱离这个五件，佛讲对伫大陆，这边佛讲个一条路，无8条路，这个一条路就是虾米？咱要训练这个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虾米？是vipassana禅，地位禅，像个这边特别啲教。对了，这个款的禅，结尾会谈1个、2个、3个、4个，我唔敢讲。假如来谈到4个，你就要出家做和尚；你若无出家做和尚，7日了你就死。所以今日。咱会大的工课，爱拼济善。你若是讲未够未趁1个罗汉，你人本唔使惊，因为虾米事？人若是直济善了后，你看，
坐，你人若是讲这边若是假了，你人坐你看，一年也是半月半年，你人无相款，你身体直直无，你大业直直无，你伫少甲一个约金的物件直直少，虾米叫做约金的物件？达人目睭爱看水水的物件，查甫爱看查某，查某爱看查甫。耳仔爱听好听，阿女阿哥诶 ，yes darling 诶，阿女印度就阿女，日本就阿女，真正爽啥？鼻孔爱味芳芳，嘴黏黏爱食好好。当着物件本是爱。我无镭的点声头袂使啦，这个头壳较有镭了也无花，镭过来卡也无花系。大把数镭过直直来，卡一个系下脚，镭过直直来啊，系夹壁规间厝，过来啊，系讲规间厝，安尼啦，一个绿金的堆，未下未熟。司机顶弹了，伊人讲 stop， 本无 stop， 无停，虾米事无停？他等死了，突个出事了，嗰时爱食，吹爱食，牛奶较慢淡无，又炸死囝，把你只食无够2点钟，嗰时你解？嗱，睇落去，唔是都要贪食啊！谈上，你若是可以倒落这较定啊！喂，开肉噶，细行个了就来了，要牛奶较慢来让身体来，这隆重递过来，隆重是一时咋来，贪钱钱。所以今日我哋讲嘅就是要紧，这个界限。这个界限叫做vipassana线，vipassana线呢，咱是叫做地位线。这地位线呢，实在是，虾米叫做地位线？这地位线呢，是叫你渐渐看紧，虾米物件浮起来，虾米物件发生。你心的那边，虾米发生浮起来，你观看。这个四念处不大有讲，你若是观4项，你的弦是对了；你若是离开了这4项，你的弦唔对了。像个咱的巴，大啲巴去山巴，吹一只山牛。山牛掠转来，咱的工课要叫你牛做工，未做，伊是山牛来，所以你就安怎做？你就掠这个牛，你牛了4支条，你是拔这支条，是拔几支条，是拔这支条，拔较久啊，伊久来的是又较乖。但你还未乖的时，你拔伊的点声，碰碰，弄来弄去，你跳那是插无稳，规间厝本好倒。所以今日你人要来坐禅，头一项你看，哇，安怎个心啊乱啊，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想，未大点，这个就是讲啊。平常时你心本是跳来跳去，你无调底看，看那你较慢你才看到。所以这个山牛是咱的心来，咱的心啊是啥小的山牛啊呢？你看那要教伊，可以乖，你就拔掉这4支条，这4支条就是叫4念处。4念处是头一项什么？爱观伫内心。心，你行，你知你行，你坐，你知你坐，你徛，你知你徛，手举起，你知举起，爬，你知爬，你管你上久呢？你知不到碰触，
不多塌落，不多碰触，不多塌落，卡疼，拢总都知，得了。And then 爱耍都知，这个就是关心上顾，这几条。第二项爱关感觉，这感觉有当时看到虾米物件，还是好看哦，舒家的感觉啊，舒家快乐啊！看到虾米无吓人，无爱看，人呢叫做无舒家的感觉啊，无舒家，会使用舒家，无舒家。嗰就好看的感觉，要讲舒格也无，要讲无舒格也无，这个叫做平平的感觉，这个三项感觉呢，渐渐浮起了化，如安尼就要渐渐关感觉，这个第二项了，第三项爱关咱的精神。咱会精神虾米？知个虾米？我知，我看路人 ，fully aware， 这是 consciousness 啊，是无？渐的关，了有 consciousness， 就叫有目标 ，and consciousness 的目标。咱是叫活法啊，伊叫活法。这活法是啥物啊？像我知我 conscious， 我看到伊摇的香菇啊，我看到啊这个红果，我看到一嘴，我看到一嘴。迄个物件，看到物件是叫做目标。所以有时看到我的心激心啊，十项渐来，未大点。啊！伊看到伊心真正乱，伊看到哎呀爱困，伊看到爱困心来分段进去了，伊看到，伊看到啥物啊？去贪心爱食伊坐时无得你坐来看，去甲落伊味着，哇！伊人一煮啥物啊？螃蟹啊，都分枵了咯！啊！伊看到伊贪起。嗰个就是叫做心的目标，叫打马来。所以actually这四念处是啥物啊？关心、关感觉、关心甲伊心的目标。啊，莫话讲 contemplate body, feelings, mind objects。你若是安尼关这个四项。你行的路是对的路，是讲你人渐渐安尼做，我从迄路人，你若是安尼一对，这边我人开这个几哪个像这边一样故事捌做回销，过了我人有教，伊人前时浅的是伊人会教了若是去较深，不管是我来直直教，有人拼了尾来得到一个罗汉，全世界第一，全世界王的机会本输入的，安尼啥物事？你死了无来出世这个所在，你是天顶，天顶的。大个厝拢总会知，规间是有个金啦，有个钻的啦，有个虾米，一个干了咱莫去拍插这个物件，特别显毋使煮食，毋使读册，毋使真正去大啲世间真正艰苦去趁食，去食头路，头家好袂要紧，头家歹真正激心死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了。落来，咱我要教啥呢？安怎咱会知讲啊？这个那这个这边的安尼去教的路是对路，咱这个要知，
真正济人听他讲，免去听香槟啊，这边啊，第三拉麦的教的唔对啦，我人这边缩格啦，缩格啦，缩格你人会听无？啊？较紧的，若是讲有较紧的路啊，佛就就找着的。伊人会找到一个较紧的路啊，伊人较咬过佛淡薄。佛找袂着，伊人找着一个紧的路。所以今日我讲好听，人来出世，一世过一世，伊会大致会使讲啊，大致个心的内面啊，伊有一个啊，想讲藏经，这个藏经啊是淡薄我就讲啊，恶的直直天，直直天，直直天，啥物是叫做恶的？贪、嗔、痴，这个三毒。你看，咱摕达人摕三世，咱来摕讲啊，现在一个人啊，伊来出世的时，伊前世真入歹生地，所以无较早一时伊是歹生地，了伊看啊，这时呢。伊无解的生地，几粒一起生地，几粒一起生地，其实伊早来的生地本正是到来讲70分，佮来伫这边来出世，伊无减，伊佮添加10分，后世佮要出世，毋是70分的生地啊，80分的生地，酷较歹，酷较歹，爱落了，直直落。人若是直直改，直直改，直直做好，正是来出世了。这时我看啊，我听见了，唔通去生地，袂使，所以生地直直挂，跟去生地我直直挂，70分的生地，互我挂到变成50分，就死落去，我要去出世50分的生地，遐后过我要出世，将来。一时我较赢一时，淡仔个伊较失败，这个人较成功。这个就是讲，在这个藏经的内面，伊有天还是有减，这个三毒。所以咱今日爱来进行，目的是做啥物？目的是要刮这个贪嗔痴，这个贪。对这条路来，对我，若是讲会挂这个贪，你挂了这个我，你无我，你较无可了。所以今日，咱这目的是要挂贪嗔痴。所以你看伫这边佛讲啊。你过去的上句，那这边的佛的讲啥？一教你穿过出甲入，出甲入，这边个人教是我到旁边，按贪嗔痴入来的大陆，贪嗔痴逐个浮起来对这个绿梅，啥物叫做绿梅？目睭。贪嗔痴浮起来，鱼啊贪嗔痴浮起来，鼻孔贪嗔痴浮起来。意思就是讲，目睭所看到的点声爱顾，唔通互贪起来。安怎样叫做看到的点声，看到，安尼念，我人教是安怎呢？看到的点声，看到，你若是安尼念。你无山声，若是无提声的人，看到，都差不多水哦，差不多20岁了，水，吹起个白，白个骨，伊来，伊毋是看呢，
伊看了伊个笑，个笑，个笑，不大假，看到是看到，看到，看到，咱头前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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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袂使讲伊伫打咩街。哦，伊伫讲啊，昨暝 TV 的故事啊，我嘛是有看啊，迄个有贪，我嘛是有看，好看啊，贪去了，入了，这贪一入，伊入天了，咱伫这边我讲有听，这边话。我这边有时啊，这边你都看有17点，目睭只看到呢，咱的时，咱的这个精神，得17下了，17下。若是你看我啊，这个我有系pass 八万加 ，vibrating 八万加 ，arrest 八万加，这个3点啊，想讲啊，根本正唔知你看到虾米，甲你知讲有物件伫头前。所以如果唔知是虾米物件，第4点啊，就是这个略门，这个略门，有物件，有物件，有物件，拢总注意。第5点就是虾米？第5点就是这个目睭，目睭的目标，是要你去困啊！我要讲这目睭啊，是要困，健康困。这只困，这开始困，目睭伫看了，所以这个叫做 eye consciousness。这第5过了后啊，伊叫做 receiving 接受，查考了拍算。你看目睭看着呢，真厉害，不但看着，一点看着物件呢，接受，查看，查某，我本来未教因。啊，差不多。啊，比赛拍算了，出了7点之后，我系查梦起来，我拍插字，后来是出了行动出了，行动出啥物啊？就看到了拍算，我来 make friend， 做我叫这边叫 impulsion，you move into action。好，you move into action。แล้ว这个 action 是7点，他对我讲个啥？7点了出了行动，我真係看到这个怎么了？哦，我就看到，嗰是水人，我本无教因，要出行動咩啊？是啥？你大家咯啊？我係使用嚟去吹到這喎啊！这个是叫口入的行动，有诶上古本讲起，吹本讲话，这个是叫 impulsion。了过了5点，伊收起来啊，伊跌起来，收起来啊，收起到啊，你记住啊，后过拄着，我仲有我拄着你是你啊，会记了。所以我睇下条子讲一个咩啊，17点是咩啊？这个你。触着拄着目睭的精神，接受的精神，查考的精神，拍算的精神，是过来。了过了7点啊，你出了行动，你放烟，佮要出过。徛今日，我拄着迄个查某，就拄着迄查某了啊，这个是过来。正是有结缘，今日会触着拄着，啥今日有人目睭看着我，耳仔听着，这个是果，正是有人有甲我结缘，所以今日你通听通看，这个就是叫做果。了过了我拍算，我出了行动我是放烟，后过佮要出果。这个我要讲淡薄，应该个路人要听看。你看啊，一个江白白，水白白，我举一个马肚浸咧，马肚浸落水，你人看到虾米？应必出是无？啊？
最底嘅嚇，就幫啦，就嚟幫啊，你掂入把度，一出了嘢應，後來就是叫做你出了行動，你幫應出了，他等一拍到對來，我一當咗一見啦，佢拍到對來是過。原因你掂把度了一原因，結果一拍到對來，這個就是叫做物質叫做 material wealth 啊 material wealth 物質嘅應，目睭看會到，嘴軟看會到，特別